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21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0篇，以西结书34章25节到31节，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宣告。伫以西结书34章的31节讲到安尼：你是我的羊，是我草场的羊。恁是人，我也是恁的上帝。这是主耶和华讲的。以西结书34章的概念是咧讲各样的人甲羊群的关系。启示录的讲法用无共款的角度，伊讲是吸引吼。这是咱看见以色列人对游牧民族进入伫这个畜牧的产业的即种的做法。就是羊的身上来烧一个吸引，做因财产的归属。咱伫前几工也有讲到归属上帝的即个概念。早期以色列人的牧羊的方法并无安尼做，所以常常因为无共款的人的羊群组织做伙，因会做伙去放羊吼。了后就会产生纠纷啦吼，到底是几只羊我的，倒一只羊我的，安尼因分袂介清楚。咱对于创世纪所记载亚伯拉罕甲伊的侄仔罗德的纠纷中间，咱也看见，因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财产分袂清楚，因两个人的心路就伫遐冤家。所以，咱咧讲吸引，这等于是一种所有权的宣告。虽然是安尼，如果安尼做了后啦吼，虽然安尼羊群人连做伙，也袂有产生问题。咱看见雅各甲伊的阿舅列班的纠纷，最后嘛是因为这个雅各的羊有特别的记号，然后就归属伫伊的。有另外一首诗歌，伊的歌名叫《我是主羊》。这个歌词其中有一段讲：既然属伫主的羊，拢真勇壮吼。这甲今仔日的经文有对应啦吼，因为以西结的名的意思就是讲上帝加添力量。咱倒转来看以西结书的背景。以西结书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遭受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攻，耶路撒冷城被毁，因去互掠到伫巴比伦的即个背景的下面。因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得救的愿望。以西结书基本上是一个先知书，但是事实上伊嘛是一个启示真明显的一个启示文学。这时以西结呢，伫受领了后，就开始领受着先知的角色。伊甚至对即个异象的中间去看见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的即个预言，也甲应允。以西结书37章，甚至用即个高大的骨会通搁活因为圣神的工作会通搁活的即个譬喻来预言上帝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代志。上帝宣告迄个背逆离开正道，互人掠到伫巴比伦的即个以色列人是伊的羊群，因此明白讲明上帝要赏赐以色列人救恩，甲因三个基地。伫以西结书内底出现侪摆安尼宣告。咱看见以西结书37章27节到28节，伊安尼讲：我徛起的所在要伫因中间，我要做因的上帝，因要做我的百姓。我的圣所也伫因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要知我是耶和华，互以色列正做圣的。另外，今日的经文新约伫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
有真侪人误解即段经文的意思。捌有某一个功德会的人找牧师来论圣经，其实是辩论啦吼。伊讲：恁个耶稣吼，连老母都无承认啦。人甲讲吼，因老母来吼，伊一点仔都毋插啊吼。事实上，当然因是照字面咧解说圣经，并且严重来误解圣经啦吼。其实，伫遮咱看见耶稣基督做一个真重要、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楚的一个宣告吼，这是一个宣告咯吼。经文安尼讲，你看我的老母甲我的兄弟，因为既若行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这个宣告内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一个是遵行天父的旨意。经文讲，因为若行我伫天里的爸的旨意，主祷文嘛是安尼讲，愿你的旨意得成啦吼。这个就是真重要一个角度。所以第一个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遮个人就是上帝的子女啊。因为耶稣用讲，若安尼做的人，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甲老母。亲像咱前几工伫读经的中间也用罗马书的观点来讲，既若相信的人就要得救。亲像主祷文，主假使咱的主祷文第一句嘛，安尼会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即句话也是即种的宣告，是咱宣告讲，咱是归属上帝，并且要决志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就是天里的爸的旨意。咱要安尼来成做上帝的羊群。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1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0篇。以西结书34章25到31节，马太福音第12章46到5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宣告。以西结书的34章31节这样说道：你们是我的羊，是我草场上的羊群，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上帝。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以西结书34章的概念是牧羊人与羊群的关系。启示录的说法是印记，就是说在羊的身上烙下印记。这个就是从以色列从这个游牧民族的状态进入到畜牧产业的一种做法，就是在羊的身上烙下印记，作为这种财产归属的记号。早期以色列的游牧并没有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常常因为不同人的羊群，他们一起聚在一起，一起牧羊，后来就会产生纠纷。我们举这个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子罗德在从埃及回来的这个路程当中，他们的财产增加，后来就是搞不清楚谁的羊有几只哪几只是我的所以他们这两家的仆人就开始争吵了。烙印等于是一种所有权的宣告，这样的做法，即便是说有羊群混在一起放牧，他们也不担心会不会产生问题。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的纠纷，最后也是因为有特别的记号，那些属于雅各的羊群有特别记号而得到解决了有一首诗歌的歌词这个诗歌是我是主羊它歌词当中呢有一段是这样说：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们会这样讲，是因为以西结的背景是一个他们非常需要上帝救恩的一种情况。
那以西结的名字就是上帝加添力量的意思，所以属于主的羊都强壮，这是以西结书在表达的这些概念。我们看那个背景，就是当以色列人受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围城围攻，然后耶路撒冷城被破了之后呢，他们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样的背景哈，这样背景之下，这个原本祭司的以西结呢，受呼召成为一个先知的角色。那在这个地方，他就会传递一个盼望的讯息，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上帝加添力量啊。那我们就看到以西结书，它的构造基本上是一个先知书，可是它的内容当中有很典型的启示文学。那甚至他会描写到从异象当中看到上帝拯救以色列的预言还有应许。以西结书的37章，甚至以枯骨圣灵的工作以后，他就复活过来，比喻上帝那个的拯救要临到以色列人。上帝宣告的那些背离正道又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是他的羊群。那换句话说，就是明白的说明了上帝要赐下救恩给以色列人同在，当然有一些条件哈。以西结书里面出现非常多这样的宣告，我们另外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西结书37章，那27、28节他这样说：我要同他们住在那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使我的圣殿永远屹立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列国就知道我上主拣选了以色列人做我的子民。这个是一个宣告，所以列邦都要知道。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的新约马太福音12章46节到50节，许多人误解了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曾经有台湾某个功德会的人找牧师来论圣经，当然是辩论了哈。那他们说你们的耶稣连母亲都不认了哈。当人家告诉他说妈妈来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理人家了哈。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些人呢，他读古圣经当然是用字面去解释了，并且是严重的误解圣经。其实在这里这一段的对话里面，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清楚的宣告。经文说，你们看，这些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兄弟，凡实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这个宣告里面有2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一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如同主祷文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能够这样实践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女。耶稣是以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来形容，如同我们前几天的读经里面也用罗马书的观点来分享，凡是相信的人都必要得救。也更如同这个主教导的主祷文的第1句的祷词这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相反的宣告。今天前面都是讲上帝的宣告，那这个宣告是宣告我们自己是归属上帝的，并且宣告我们要决志遵行他的旨意，就是天上的父的旨意。这个在耶稣基督所说的，这样的人就要成为上帝的羊。